在火车佚佗，互人难忘的其中一个元素就是铁路便当。这个代替为了暑假要刺激观光，特别推出7种的这个所在限定款的便当，包括呢，这个为家人到东部这个花莲，拢有无共款口味便当。你若要所有口味拢食到，台湾你爱行一年。这个是比较对，就是针对夏天推出的。大家拢在看代替便当有新的菜色，花莲站独卖梅仔鸡餐汤金龟饭，用生的梅仔来提味，加上在地青菜，今日民众拢想要试看卖。以往的口味也很好吃啊，但是新的口味就想尝鲜看看。我看到洛神花，然后梅子啊。代替一个手推出7款的新便当，为台湾头家人的用起人参鸡腿，用西马手枸杞甲中药材卤的，台北有烧熏鸡腿排、烧熏酒、红露酒，加上枸杞、当归、四浸的保证入味。食菜嘛有主菜是三杯高头菇搭配绿芦笋、甜椒、乌木耳，色彩真丰富。台中市食会到麻油上板猪。精选黄金龙肉的肉，再搁用麻油米酒落去煮，芳开十足。南台湾的高雄有乌建元气，食到板刀油饭加卤鸡腿、甲鲜蚵仔，搁有大鱿鱼，增添伊的好口味。台东的红梨平安有蓝红梨绿心花，莲藕有真高的原面风，要花莲的梅仔鸡餐汤金龟饭便当，每一天有限量，敢若卖到7月底，菜色真多元。嘛好网友伫笑讲，代替根本就是和铁路业务耽误的便当店。